伊朗總統魯哈尼縮短咗佢喺出席聯大會議嘅行程，星期一將會離開紐約返回德黑蘭，以便參加一年一度朝拜期間死於踩踏嘅伊朗人嘅悼念儀式。大約有169名伊朗人已經確認死亡，佢哋係喺上個禮拜喺沙特阿拉伯聖城麥加城外死亡嘅769個人當中嘅一部分人，仍然有300多人下落不明。魯哈尼定於星期一上晝喺聯合國大會上發表講話。伊朗駐聯合國代表話，魯哈尼已經取消咗佢喺聯大會議期間嘅一啲場外活動，以便當日下晝啟程回國。星期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要求沙特阿拉伯就踩踏事件道歉。一啲伊朗人星期日連續第3日喺德黑蘭嘅沙特大使館外抗議。沙特外交大臣艾哈邁德阿爾朱拜爾指責伊朗對呢一宗悲劇事件喺政治上加以利用。